PHK8801 屬於訂製款運動輪椅，整車支架採用鎂合金生產，輪椅經力學設計可輕鬆推動行駛。首先將坐墊拆除，然後打開腳踏板，在座底下的收摺扣向前拉收摺，椅背摺疊，將椅背位置的拉繩向上扣起，然後將椅背向前推進行收摺。後輪快拆，將車輪中間快拆按鈕按下就可抽出車輪。後輪安裝，按下車輪中間按鈕插進安裝孔即可。打開椅背，只需將椅背向後拉至咔聲就可。打開輪椅，把輪椅底部支架向椅背方向向下壓，就可完全張開輪椅。之後將腳踏板扣下，最後把坐墊裝上嘅完成安裝。